还活着，她就是上一个王诗龄吧。有网友偶遇郑欣宜独自在加拿大给妈妈扫墓，镜头里她形单影只，跪在墓碑前流着眼泪，久久不肯离去。作为星二代，她本该是备受宠爱的小公主，却拿到了一个最难的担任副本。把时间倒回2007年 ，TVB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，那是沈殿霞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。此时的她已经被肝癌折磨得形销骨立，连站立都困难。但她打了强心剂，化了精致的妆，坚持要坐着轮椅上台。为了什么？为了那个才20岁，甚至还有点不懂事的女儿郑欣宜。在台上，她接过奖杯，眼神里没有对荣誉的留恋，只有看向女儿时的不舍与担忧。她对着台下坐着的半个娱乐圈的大佬们，几乎是用恳求的语气说出了那番话。虽然没有说明，但所有人都听懂了。我走了，我的女儿拜托大家了。这是一场体面的告别，更是一场盛大的托孤仪式。她知道郑少秋靠不住，那个在她怀孕时就出轨，女儿8个月就离婚的秋官，给不了女儿想要的安全感。她只能靠自己积攒了一辈子的人缘，为女儿织一张保护网。3个月后，菲姐离世。葬礼上最醒目的新闻标题是“谁能照顾超级星二代郑欣宜”。所有人都以为郑欣宜会拿着妈妈留下的遗产挥霍度日，或者被渣男骗光家产。但沈殿霞的智慧在遗嘱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沈殿霞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。那时候的郑欣宜恋爱脑，单纯没定性。如果一旦拿到巨额遗产，这笔钱不是福报，而是毒药。于是沈殿霞立下了一份堪称绝情的遗嘱。郑欣宜在35岁之前，每月只能从遗产基金中领取2万港币作为生活费，直到35岁之后才能继承全部遗产。2万港币在物价高昂的香港，对于一个星二代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能买名牌，不能住豪宅，甚至连请朋友吃饭都要精打细算。最惨的时候郑欣宜因为不懂理财，加上恋爱花销大，户头里只剩下26块钱，他没钱吃饭，也不敢找父亲郑少秋要。正是这段穷日子，逼着郑欣宜学会了生存，学会了看人，也学会了如何靠自己赚钱。如果当年郑殿霞心一软，直接把钱给了他，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今天红馆开唱的天后，而是一个早已因为挥霍无度，被渣男骗财骗色而沦为笑柄的落魄名媛。沈殿霞的这份狠心才是世间最极致的深情。除了遗嘱沈殿霞留给女儿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情，这就不得不提那个让全港泪目的故事——黄伟文的报恩。黄伟文是谁？中国香港词坛的鬼才，时尚界的毒舌教父。2016年，郑欣宜凭借一首《女神》横扫乐坛，拿奖拿到手软。而这首歌的填词人正是黄伟文。在颁奖礼上，黄伟文说出这首歌背后的秘密：我不怕大家说我老奸巨猾、处心积虑，因为这是我部署了20年的报恩大局。时光倒流回1986年，那时的黄伟文还不是什么大师，只是一个在电视台跑龙套的小透明。在一场活动中他穿着一身廉价但自以为很潮的衣服，缩在角落里无人问津。所有大明星都围着主角转，没有人多看他一眼，只有當時的超級巨星沈殿霞特意繞了一個彎，走到他面前。佢本嚟有條直路可以行嘅，但係佢肥騰騰咁樣都掟個靚彎。佢話：威文你今日套衫好靚喺邊度買啊？我當時受寵若驚，我覺得竟然成晚我等咗喺度喺個角落頭嗰度發臭，有人同我講嘢。於是我同佢講話係呢套衫咧係咩牌子嘅，我喺日本買嘅。不過咧如果你中意嘅話咧香港都有得賣嘅，我着得落咧你一定着得落㗎啦。靜一靜之後我就諗，其實佢點會想着嗰套衫？佢只不過係見到我喺個角落頭度病埋冇人理，佢走過嚟俾啲人間溫暖我啫。其實沈殿霞點會着康迪加衫啊？這顆溫暖的種子在黃偉文心裡埋了20年。當沈殿霞去世，鄭欣宜因為身材發胖被全港嘲笑，事業陷入低谷時，早已成為詞壇大佬的黃偉文站了出來。他把對肥姐的感激全部寫進了《女神》這首歌裡，送給了鄭欣宜。这首歌直接把郑欣宜从泥潭里拉了出来，送上了神坛。这就是沈殿霞的福报。我在20年前无意间给一个路人的温暖，20年后他变成了大树，替我为女儿遮风挡雨。郑欣宜的前半生一直在和2个字做斗争：肥胖。她遗传了母亲的易胖体质，在以瘦为美的香港娱乐圈，她从出生起就活在嘲讽中。为了变瘦，她试过催吐，试过吃药，试过地狱节食。她最瘦的时候只有115斤，成了修身堂的代言人。那是她最美的时候吗？不，那是她最不快乐的时候。她不敢吃饱，不敢大笑，每天活在复胖的恐惧中。即便瘦成那样，只要她稍微吃多一点，媒体就会用放大镜看她，骂她不够努力、不自律。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折磨，甚至因为减肥导致严重胃痛和情绪崩溃后，27岁的郑欣宜终于醒了。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长文，宣布我不减了。她说：“我为了满足别人的审美，放弃了太多快乐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只有健康和开心，才能真正击退流言蜚语。”她开始在舞台上展示自己180斤的身材。
材。她穿着紧身衣，跳着热舞，自信地做出一字马。那一刻啊，人们发现原来美真的跟体重无关。当她站在红馆舞台上，自信地唱着"不要低头，光环会掉下来"时，台下的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胖子，而是一个发着光的女王。如今的郑欣宜啊，已经年过35岁，顺利继承了那6000万遗产。现在的她，哪怕没有这笔钱，也已经是当之无愧的富豪。她有自己的事业，有爱她的朋友，更有强大的内心。郑欣宜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星2代的奋斗史，它更像是一部给所有不完美女孩的启示录。我们也许没有沈殿霞这样的妈妈，也没有6000万的遗产，但我们可能会遭遇和郑欣宜一样的身材焦虑、外界质疑，甚至是孤独无助。请记住郑欣宜的那句话：放弃减肥不代表放弃自己。真正的美丽不是穿进艾斯玛的裙子里，而是你接纳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并依然爱得热烈。如今啊，当郑欣宜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时，我相信天上的沈殿霞一定笑得无比自豪，因为她的女儿终于不再需要谁的庇护，自己长成了参天大树。你觉得沈殿霞的穷养遗嘱是不是最高级的母爱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，我們下期見。你知我提邊個啊？嗰啲美金咧，真係一沓沓嘅。佢都幾聰明㗎，你唔好俾佢嘅小眼睛。觀眾大家好，掌聲的背後又同大家見面啦。咁我阿肥咧最中意咧就係坦誠相對噶啦，暢所欲言。所有上嚟接受訪問嘅嘉賓啦，都可以毫不保留咁啦剖白佢自己內心世界嘅。我亦都會打爛沙盤就問到篤嘅啦，問到我自己滿意為止喎。咁今晚上嚟嘉賓啊，哈哈，犀利啦！我識咗佢20幾年噶啦。佢自認咧就口才好，冇死穴，咁啱噶啦。我一於啦問個清清楚楚嚟揭開佢一貫硬淨爽朗嘅強者面紗。有請 Dodo。你好 ，Thank you。哇，好煙喎！哇，做乜幾次佢染咗啲金髮啊？我咧即係以前嗰個髮型啦嚇，即係一邊長頭髮咧就 keep 咗好耐好耐㗎啦。咁樣我係4、5月咧就走咗去新加坡拍咗個 sitcom 啦咁翻到嚟咧我就想改變下個形象啦。咁一改不如全部改晒佢啦，無論連顏色啊、髮型啊咁樣都改咗佢。咁 so far so good， 個個都話幾好睇。唔錯，幾好幾煙嘅。誒，仲有啊，我睇報紙啊，喂，你小心啲啦，做咩要揸電單車啊？咁煙做咩事幹喎？驚人哋勾咗你啊？唔係嗱，呢樣嘢咧，其實電單車咧，我想學咗好多年㗎啦。咁咧一直咧就冇時間啦，要做嘢啦，咁或者係唔喺香港，因為如果要學咧，我希望咧一學就一路到係考牌，咁樣中間唔好斷咗佢，因為原來咧排期要排好耐嘅咁。咁兼且咧就我9月生日啦，都45歲咯喎。我如果再唔學咧，睇唔出喎，最多30歲到嘅啫。多謝你。我諗下，如果再唔學，咁又等幾年，咁哇，到時又年紀又大啲嘅咯喎，咁不如趁而家。嗱，咁你聽我忠告啦，真係要小心啲啦。俗語都有講啦，揸車咧就係鐵包皮。揸電單車咧就皮包鐵，真係嘅嚇！咁你咁靚女，你小心啲啊！搭過幾次啦，周身唔晒㗎啦。你咁何苦咧？你咁但係我又有興趣，咁達到咁樣，咁梗係學埋佢啦，希望考到個車牌翻嚟咯。哦，咁啊，上海就一間好肉赤啦，係嘛？佢見到我學咧，你知我提邊個啊？仲有邊個啊？邊個上海仔？啊唔得！哇！你學我都要學啊！咁第時你學咗唔通我坐喺後邊攬住你？咁佢話：就遲啲啦，遲啲冇咁熱我去學啦咁樣。哦，誒係啦，我好多好朋友都叫我問你，因為 Dodo 永遠都係俾人感覺咧就係好 fit 嘅，好靚嘅。咁你有咩秘訣嚟到保持咧？我咧就因為要去 gym， 所以咧我就早餐同埋晏晝咧就會食嘅。早餐好重要啊！我會食啲雞蛋啊、三文治啊，有好多蔬菜啊咁樣，咁要有力啊嘛去做運動。咁但係到夜晚黑咧，我就唔食粉麵飯噶啦，咁我食多啲菜啊、海鮮啊。我最中意食牛肉嘅，咁我食啲牛肉啊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我諗你要好聽你嘅身體話俾你聽，即係譬如身體點會話俾你聽啊？我身體從嚟都冇同我講過嘢㗎噃。所以你係比較豐滿啲。十分豐滿又唔係比較啊？係點樣話俾你聽？你聽到係即係夠啦，即係其實6、7成已經夠㗎啦食，咁就要停㗎啦。即係永遠食半飽，係啦，唔好過飽。係啦，咁就要停。宵夜咧，我唔食宵夜，瞓咗㗎啦已經。有啲人話，
有啲人話8點後唔好食嘢㗎，即係咁仲 fit 啊！所以抵你咁靚咯，我一世都做唔到㗎啦。你千祈唔好瘦添啊，瘦咗就唔係你嚟㗎唔啦。係，咁又唔得太肥，太肥影響健康㗎嘛。最緊要就係開心，講到咁啊，係。嗱，好啦，咁啊講到我哋兩個合作咧，都可以講得上無間啦嚇。我識你20幾年，同你合作咗20幾年，我哋主持過好多大 show，即係我哋兩個一齊做嘢，我覺得成日都有啲火花，即係好過癮嘅。咁你嘅口才真係好了得嘅，即係前一輪個節目幾犀利啊，大將風範，即刻呈現出嚟啦。咁你自己認為目前喺司儀界有冇人可以代替你位置啦？我即係有講嗰句，唔好講假嘢。暫時咧我就睇唔到有乜邊個咧，我覺得哇呢個真係好標青啊咁樣。我諗係因為咧以前譬如我哋做歡樂今宵啦，係 live 嘅節目啦，有好多地方咧你要執生，你要知道點做，逼住你要知道操慣咗。係啦，因為而家係出緊街嘅，人哋就睇緊你，觀眾睇緊我哋。咁而家咧比較做節目咧舒服好多啦，冇乜 live 嘅節目，除咗係幾個大 show。係啊。所以咧即係。不過我覺得 live 太少又唔好玩㗎，你覺唔覺得？係啊，即係俾唔到新人一個訓練嘅場地咯。咁所以即係可能又舒服慣，咁樣唔係紅褲仔出身，所以又睇唔到邊啲同事係比較有潛質啲。講翻你自己啦，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好慳儉啊，咁啊俗語講咧就係都係屬於即係孤寒嗰種嘅。咁點解你咁慳咧？我又唔覺得自己慳喎，肥姐，因為喺你身邊咧，成日乜嘢咧都係。你又好海派嘅，有一大堆人咧就一定係俾姐咧，就係話請我哋宵夜啊，俾錢咧，但係你唔好俾啊，你想俾錢你同你打交唔係邊度係咁咧？難得見你哋啦嘛，你哋肯俾我請係我榮幸嚟噶噃。但係講翻你話慳儉啦，我覺得我自己應使則使。咁我其實又冇乜地方可以俾我使錢嘅，我冇乜話冇不良嗜好。係啦，特別嘅嗜好一定打麻雀咧。打麻雀而家都冇打啦，成3年冇打啦。點解啊？因為嗰陣時多啊。一嚟啦，即係弱赤，同埋我覺得，即係我又要點答你？你唔覺得章法不如人？章法不如人，同埋唔會好傷感情嘅咩？即係譬如打麻雀就唔會傷感情，打麻雀啊，即係考你自己嘅思考力啦，judgment 啦，但係錯大啲就真係傷感情啦，錯大啲好似要錯死對方咁樣，你唔死啊，我都係唔甘心嗰隻。咁但係打麻雀都係打麻雀唔係啊，你俾人豬牌嘅，即係明知佢豬嚟㗎。打麻雀唔係話豬，係驚自己輸嚇，所以我就唔打3張咯。但係錯大啲可以焗死一個人㗎噃，所以打即係錯大啲咧，就見到一個人嘅人性啦。打麻雀冇事嘅，打麻雀你要打啊，防止老人痴呆啊，運用個腦筋啊，你明唔明白啊？隨機應變。未打過。你夠唔夠班同我打？我話綁住2隻手啊，綁住1隻眼都打贏你啦！係啦。咁所以打麻雀又冇咯喎，咁輸得多啦，章法不如人。着衫，你幾捨得㗎？我覺得係一排排啦。嗰陣時做男親女愛就比較捨得啲，因為嗰個劇集咧咁。咁但係而家心態係有啲唔同啦。咁啊覺得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每一季都走去買曬啲衫翻嚟嘅。有需要嗰陣先。有需要啦嚇咁。所以冇乜地方我使錢嘅，咁住我又有啦，揸車我又有啦。咁美容咧，做 facial 啊、護膚啊嗰啲咧，嗰啲都好貴㗎噃。但係有限。我要多謝你啊！你咁有心，送咗啲護膚品俾我得，你唔覺得我畫咗好多？我再送俾你又。多謝。好啦，咁啊講到你揾錢啦，你揾到第一桶金嗰陣時感覺點樣咧？啊，好開心㗎！嗰陣時咧就第一桶金咧係拍完咗網中人去登台，去新加坡登台。哇！咁樣嗰啲美金咧真係一沓沓嘅喎，咁樣我慢慢數咯喎。咁係啊，就爭啲攞出嚟燙㗎。咁大沓咁啊點樣帶翻嚟咧？咁個細路女又唔識啊，咁啊放喺個鞋盒度啊，咁咧就貼住個鞋盒啊，架底都出晒汗啊，咁啊過海關喎。過完海關咧，跟住咧就即刻飆去銀行啦，咁樣咁啊同嗰位小姐講得㗎啦，你 close counter 啦，你淨係數我呢啲錢啦咁樣。咁然之後咧，嗰桶金翻嚟咧，咁我就點樣運用咧？都係要置業啦，都係要有一笪地方係屬於自己嘅啦。咁我就買咗我第一層樓啦。
哦，就喺九龍嗰邊何文田嗰度。咁啊，而家幾多層樓啊？而家冇啦，而家咧，唉慘啦！而家咧就嗰陣時諗住買樓好啦，咁啊有啲變咗負資產啦。咁而家即係唔需要嘅嘢咧都冚唪唥賣晒啦，淨係即係自己住嗰度就算啦。咁你而家名成利就啦，唔好話1桶金啦，揾咗1萬桶都有啦，係咪啊？鑽石都10幾20桶啦。我覺得你真係好似越做越起勁喎，未諗過退休喎，點解咧？我覺得退休就唔需要同人講嘅，即係如果有朝一日咧，我做到係悶咗，想休息一陣，咁樣我咪停一陣，休息一陣，做下自己想做嘅嘢，咁樣等自己有個藉口，有個下台階，第時會翻嚟噶嘛。即係做咗咁多年人咧，我覺得咧永遠唔好講永遠咯，即係唔好話我以後唔做咩，我以後唔見邊個，我以後點樣，即係呢個世界冇永遠嘅。係啊，冇肯定嘅嘢嘅，嗬。咁我亦都知道你有好多好朋友啦。想唔想聽下你好朋友對你嘅睇法？哎呀，你講咩啊？睇片好。你嘅優點咪多咯，不過你嘅優點係人哋講好多噶啦。我自己欣賞你咧，我諗係你其實人嘅真係幾好學噶，我都唔覺得你真係咁好學噶。成日揸住本書，係咪真係睇住嗰本書噶？仲係雞腸啊？咁佢真係幾勤力嘅。嗱，好似打牌啦，由佢最唔識嗰樣嘢，係完全唔知嘅，佢都可以去，哇學到哇幾精啊，精到出書啊！所以咧，你真係呢樣嘢咧，我真係好佩服咯。唉，嗱，你唔好怪我講啦，真係呢真係缺點嚟㗎。我講咗你好多次㗎啦，你食嘢唔好食咁快啦，你等埋我好唔好？成日永遠都係望住我，唔緊要你食啦咁樣，咁你叫我點食咧？係咪？即係老人家話齋，你身體唔好啊，知唔知啊？我都係為你好㗎 ，OK？嗱，咁啊記住阿秀珠嘅説話啦，食嘢慢啲啦，做乜咁快啫？我好心急嘅個人，我諗同我合作過嘅同事都知道㗎啦，砰砰聲入廠啦，話快啲，咁啊做完又砰砰聲翻屋企，咁其實都係冇嘢做嘅翻到屋企。不過人係個性係急，性急係，咁啊都係優點嚟嘅。最得閒到你可以帶動所有啲人都好氣勁咁樣做嘢啦。跟你學嘢，咩跟我學嘢？好，暫時休息陣。好，一陣間繼續傾。好啦，咁又翻嚟啦，我哋第2 part 嘅掌聲的背後啦。我識你好耐，我好少聽你提你屋企人嘅。究竟你同你家人關係好唔好啊？比較係疏離啦。點解？因為我屋企人唔多嘅，爸爸媽媽啦同埋細佬咁。咁但係好細嘅時候咧，就爹哋媽咪已經係即係分開咗㗎啦。咁樣咁細嘅時候，咁啊梗係跟一方面咧。咁我同我細佬就跟咗我媽咪。咁樣就一個女人拖住2個細佬哥，佢梗係好唔開心，好辛苦，咁就好多埋怨啦，埋怨我爹哋啊咁樣。咁及後長大咧，其實我覺得即係2個人能夠響一齊咧，都係有佢哋自己嘅原因嘅。咁所以就唔可以話完全怪晒我爸爸，或者係完全幫晒我媽咪咁樣。咁你中間人都幾難做㗎。係啊，咁樣我媽咪又有好多嘅結啊，解唔開，咁變咗咧，即係佢有陣時脾氣唔會好好啦。對住2個細佬哥，即係喺某程度上都係佢一個負擔嚟嘅，咁所以就即係因而咧就嗰個關係比較疏離啲。咁但係而家咁多年之後啦，咁啊我爸爸再結婚啦嚇咁樣，我媽咪咧亦都揾到佢自己又開心啦，咁我細佬又做嘢啦咁樣，咁啊反而咧而家好咗啦，久唔久會見下面啊，食下飯啊咁樣嚇。我諗我哋係會有需要咧，就個個都會行出嚟幫大家，但係平時咧就係比較少接觸咯。咁啊講到你自己嘅伴侶啦，你有咩定義喺度？有咩標準定咗喺度嘅？冇咩標準嘅，肥姐。我諗即係女人都係希望個伴侶係愛錫佢啊，關心自己啊，咁大家係有共同嘅目標啊，可以傾到偈啊，都係咁樣。即係最老土嘅嘢嚟到形容就係即係最啱女人嘅咯，即係對伴侶嗰方面。即係需要受保護啦。其實即係幾硬朗一個女人嚟講，有陣時都需要有一個膊頭去依傍下㗎。你話即係喺外邊咁樣對住人係好硬淨咁樣，即係但係對住自己嘅伴侶都係有溫柔嘅一面嘅。咁你又想唔想聽下你朋友對你伴侶嘅睇法啊？好啊！我哋幾時合作啊？最早期應該係火鳳凰啊！你做我家姐啊！嗰陣時啊，哇！
新嘅家姐款我都幾驚你噶，不過而家原來你真係得個樣嘅啫，話你惡，話你 tough 啊，你係咪㗎？你咪真係咁 tough 㗎？我都唔覺喎嚇。其實你都幾有時啦，有時都幾小女人嘅，都幾 soft 嘅。睇下喺邊個人面前啦，喺女性嘅面前就都少啲，喺另一個女性嘅面前咧就會多少少，係咪？嗱，我記得你講過咧，你最憎嗰啲就係蠢嘅人，咁嗰啲一定唔啱你啦。同埋你最中意佢就係最好對於錢冇乜觀念啦，你可以控制嘅錢嘅大權，咁嗰啲我諗都幾啱你啊嗬。仲有啲乜嘢咧？靚仔你都冇乜所謂嘅，你最緊要叻，有呢度 ，OK？ 原來你中意叻嘅男人㗎？哎呀，有邊個唔中意叻嘅男人㗎？咁你訪問有一個話我中意啲蠢嘅男人，咁啊上海仔咧，佢都幾聰明㗎，你唔好俾佢嘅小眼睛迷惑咗啊！佢幾聰明，佢對好多條女收唔到聲。佢對好多事物有自己嘅睇法㗎，佢嘅分析能力都幾高嘅。只不過佢係好少同人哋傾偈，所以同埋佢個樣好似懵懵地咁樣，所以即係大家對佢個人係有另外一種嘅觀感咯。係啦，咁我哋平時見到嘅 Dodo 咧就係即係比較 tough 啲嘅女性嚟嘅，但係我知道你對小眼睛咧都十分之 sweet 嘅，間中又幫人哋抹汗啊，擔把遮啊，咁點解你會見到佢咁鵪鶉嘅咧？咁我諗又好難解釋嘅，即係譬如我而家見到佢都好開心嘅，即係好多年啦，第10年啦，今年我哋拍拖，咁但係我諗係我哋兩個人都努力，希望呢一段感情可以維繫得好好啦。即係淨係一方面去努力係冇用嘅。咁同埋我覺得我同佢好夾好多方面，對好多事物嘅睇法係一樣咁。同埋呢樣我唔知係咪理由啦，大家都係外省人，咁啊大家外省人咧嗰個分數又好似高啲咁樣，講啲話題又好似接近啲咁樣，咁同埋佢冇咩即係缺點就人人都有啦，但係大缺點就冇乜嘢咯。即係優點多過缺點好多好多啦。最單就佢對你係真心嘅。係佢對我好，同埋佢好佢真係好支持我。呢樣嘢我要好多謝佢，因為咁香港唔係好多男人咧可以即係咁支持佢嘅伴侶嘅。咁即係邊方面咧？講嚟聽下先至得㗎。好似嗰陣時一筆勾銷出嘅時候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壓力好大啦，尤其是第一個禮拜咧。你瘦好多嗰陣時係啊。係啊，同埋咧初第一個禮拜出咧嗰個口碑唔係咁好嘅。咁樣但係咧第一集出嘅時候佢已經係陪我喺度睇啦，咁樣佢睇咗第一 part 咧就係點啊，一定得啊，你唔使擔心啊，一定 OK 㗎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咁好睇嘅節目點會唔得啊咁樣，即係佢係即係完全100%，佢唔係安慰我，佢 support 我。譬如男親女愛出嘅時候咧，佢又係陪我一齊睇，咁啊得啦，唔使講嘢，一定收得呢個節目，同埋我做好多嘅好多嘅工作上嘅嘢，事業上嘅決定咧，佢都係。你做舞台劇咧？係佢好支持嘅，佢完全好支持嘅。咁你嗰段舞台上邊嘅獨白，好似唱歌 rap 咁樣嘢，佢有冇陪你練啊？有冇幫你啊？天分嘅嘢係幫唔到嘅。即係你好蠢，佢費事幫你。係。你練咗幾多次啊？因為我知道你樣樣都叻啊，你對節奏音樂嗰方面好似差咗啲啊，嗬。會走音係啦，練咗1000次嘅啦已經。真係有1000次。聽我嚟睇你好醒喎，嗰晚正到不得了喎。咁就死啦！如果1000次都唔正，係咪先啊？即係跳落維多利亞海港啦應該。嗰個 MD 啊，我戴住啊，都未除過，好似生咗喺個耳仔嗰度咁樣啊！自從我知道我要 rap 咁啊，不斷喺度聽，不斷喺度聽。咁但係唱歌唔掂，因為佢哋知道我唱歌唔掂，所以就叫你 rap 係啦。咁啊，Dodo啊，嗱，老老實實，今日俾個機會你，你有啲乜嘢希望女方同你做，而佢仲未做得到嘅咧？你藉此機會對住 Camera 3講啦，咁啊，我覺得咧，女方冇乜嘢做而做唔到，反而可能有啲嘢我做就。你要求佢，你想要求，唔好意思，而家啦要求啦。
要求佢咧就生日嗰陣時咧都唔需要買啲咩特別嘅生日禮物，因為通常佢買嗰啲生日禮物咧我都唔會用嘅，唔會用嘅，仲要攞翻去換添。佢最嬲呢樣嘢，所以咧就如果諗唔到嘅時候咧就金錢啊，節儉啦，節儉冇所謂。我都估到你嘅答案係乜嘢㗎啦！哇，小眼睛啊，聽住啦，節儉啊，第日封封利是就得啦。嚇！咁你拍過咁多電影、咁多電視劇，咁你係周時要同啲男主角咧就有好多激情戲啊，或者愛情戲啊。到你拍《男親女愛》嗰陣時，你同子華兩個咧真係有火花出現㗎噃，即係你哋做戲嗰陣時啊。咁如果啊女方未出現，你會唔會同子華發展一段感情啊？我唔會中意黃子華㗎喎，即係呢個係真㗎喎。你對住鏡頭講咁我唔會中意佢。係佢聽到㗎喎，嗬？聽到都冇所謂。係啊，good，係點解唔會中意佢？講啦，你唔怕？咁呢個係喺鏡頭前面係有火花嘅，咁都係鏡頭後邊唔會有。唔會有，我諗我同佢性格都唔夾唔嚟嘅，即係我從來未點樣？我哋分析下佢性格先，點解你同佢性格會夾唔嚟咧？嗱，我就係好快嘅，樣嘢得就得，唔得就唔得咁樣。係。佢咧就係比較要好長時間。優柔寡斷。去考慮一樣嘢嘅，咁我已經起咗身走咗㗎啦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所以同埋我從來未單獨同佢相處過㗎，咁耐嘅時間啊，係咪真？真係嘅，一餐飯都未話單獨，一杯茶都未同佢單獨飲過，永遠就係一張台一大班人嘅。咁所以我同埋我亦都知道佢嘅性格同我嘅性格係唔合作係得，但係拍拖永遠唔會發生啦。況且佢亦都有女朋友，我有男朋友，咁喺電視上就可以見到我哋一齊，但係即係私底下唔會咯。OK， 咁呢個問題就收科啦。有第二個問題啦。好。咁你同金生都好多年啦。係。你哋曾經好相愛過。係。咁你對兩段感情，你覺得有咩分別咧？分別咧就而家開心啦，因為以前太多嘢做，其實冇乜時間同阿金生相處嘅，佢又係好忙嘅。係啊。咁而家咧就同阿女方啦咁樣，我工作量冇咁多啦咁樣，咁可以多啲時間相處。仲話唔多？比以前唔多。哇！你做咁多節目仲話唔多？唔算多啦，我即係比起拍劇集嗰陣時就多好多時間。劇集啊、電影啊咁樣，佢係天生一個好樂天同埋樂觀嘅人。佢影響到你。係啦，佢都帶俾我唔知你有冇睇到我嘅轉變啊？我睇到，梗係咁，感覺到咧，而家兩隻眼都發光嘅。係。一講小眼睛幾開心啊！同我變咗大眼睛。咁就即係豁達啲啦，同埋唔會話咁轉牛角尖咯，樣樣都會開心啲咯。咁如果今次美貌、愛情，是但你揀一樣，你揀邊樣？咁難揀啊！邊係難揀啊？我知道呢三樣嘢對你都好重要㗎。三樣都要得。係啊，唔得咁貪心，我都話揀一樣啦，講數咩而家喺街市啊，我同你。揀一樣。金錢、美貌、愛情啊！哎呀，咁難揀。金錢你已經有啦，唔使揀啦。好啦，俾兩樣你揀啦，美貌同愛情。咁啊，愛情啦，愛情緊要啲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有個人即係真心愛錫自己嘅人陪住自己係幾開心啊！咁你得閒有乜機會幫我揾一個咧嚇？你眼光都幾好㗎，你眼光好高㗎喎。唔係啊，唔好咁講啦。嗱，而家我睇到你樣啦，俾4個字嚟到形容你，係可愛女人啊！你而家幾開心，乜嘢都擁有啦。我希望你好好地珍惜你身邊嘅人，以後嘅日子過得更開心、更加快樂。OK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，拜拜。